始就安尼，啊，开始就第二面啊，左左右右，幸福心，三做位嘛，欢欢喜，歌新春，这咱做亲，这咱我咧讲的当唱迄个大呀。 迄个什么过海过金川的，咱若做亲共款。啊，这当暑温春来当亲亲，溜团的团，啊，这团做团，讨湾团来当讨伊安田。这个讨则佫无伊，所以流传咱台湾人咧吟诗以前话呢，会当做流传的叫做流言，比如传。所以你是会听咱吟诗的时阵，伊该做这个比如传。 比如说那个破衣，它有我种写个真好，叫比如传嘛，就是讲，即个马鞍山传里传嘛，但国语是安尼，我传统就无清楚嘛。啊，所以就比如言共款，即个传承流传伊拢共款的名，到底叫做就是台湾传的传的国语，叫讨厌田。如果较早我细汉咧教读册是安尼写，伊安田讨厌田安尼，啊，即阵讲讨厌田。 啊，这第五只田，推荐田，即摆囡仔咧教讲安尼，推荐田好。所以这个声母脱落掉，变成言，所以比如言。啊，这言文也像你做休息，叫做言流传，啊，这个言流言，安尼形容。所以这就叫做各间川啊，你是不是我以前老爸咧大家叫做签，卖西安的地方。好，那啥还有我签。 啊，个来冰心烈意的何处？一世无忧恋意。啊，有一个吼，我咱咧讲，搁捌地方历史嘛有一个来讲，这个四字就变一首素颜节句，素颜节句，我看着有这个，所以这诗。 变个角色真侪人是讲咱长期咧讲生活，逐项嘛毋知影。所以看就是，啊，你敢若用这半，这半拢有嘛，这半就无，这半只就这个油盖过来了后，原来伊拢往坐落开嘛。啊，我倒会想，伊只有做可能企业这的东西呢。吼，你来看哦，伊这个，咱讲这符，啊，这印拢有遮，这个符。 叫这个，哎呦，这阿妈这个印就是这个印，这个印就讲有。一世断开了。对，所以今仔日就是印哦，我咧讲，伊讲叫做素颜节气，爱甲用这个，有可能爱讲素颜节气，当然你是咱网络看伊个就啦，嘿啦，无伊不写素颜的，素颜节气。你写戏骨的绝句，是啦，戏骨的绝句，无得了吼。 即个嘛当做是两，但是伊就是安怎互咱会当做一首呢？第一，伊即个对仗，吼，前路对市内迄个方法对仗真好，断存个还有啊，少年真个汉字气调对仗好，佮来平生得意，离何事？平生啊对一世讲的话咧，得意啦对无忧，吼，忧啊忧啊，这得着啊无就是无咧，啊离何事来讲？你是这何嘛是？ 疑问句，啊，这个他字嘛是疑问句呢，啊，这书来对人，这明明都两个都是对仗的那么美丽，啊，这对，如果他吼，有当我咧讲判定这是两首写句啊是一个如拉西吼，我咧前台上咧教课的时阵吼，我若像这种情况，我免讲判定，我就安尼落去一首，啊，过来看这内底有相拍者无，这有当我大家就当作安尼，啊，这嘛是一个辩论，袂当，啊，过来看整首诗的意思。 啊，过来，伊这虽然有迄想法，是毋过伊个诗意拢足快的，做伙一个，吼，袂讲遮讲着遐讲着，那遮咧讲啥物遮函数题，遮一个做名数题啊，什么也是函数，安尼就当甲切割啦。啊，佫一项就是安尼拄则看，你这内底首诗是做平平开始的吼，安尼话，啊伊这内底要做开始的，安尼就是讲这个大家有长音，这个大家遮平声，如果这位吼是平声的啦，就是做字数的，咱讲第二字是做字数啊，平字数。第二做字数的，这个大陆哪你来看？这换变平字数的，这根本都毋是诗啊嘛，因为这平字数都平做，啊，这句搁咧平做，哪有可能这两句字嘛共款的？当然就判定迄是两首诗嘛。啊，所以这个大家看，按做一首诗才对了。
吼，若对即个字看讲，哎哟，即个拢走伫即个伊条伊搁伫遮，啊，即个伊条有伫遮，啊，即个伊条有拢伫遮，迄啊，两首就对嘛，所以我强调我讲啊，一首七言节，一首四言节气嘛，感觉哪是哪道理个啊？那为了分吼，但是伊都甲写做伙，你无共分配啊，所以咱就当做求助咱是嘛讲进来，因为伊有当迄看吼，伊要小肉面，像遮野心啦、亲啦、情，即个个咧野心，安尼就证明啊啦，安尼就甲签去啊。虽然伊这若是做，啊这嘛做，吼安尼两个对战，你会当甲当做吼，当做啥呢？当做谢宗英，所以我用这个后壁这个对战字啊。我拢讲吼，我开始咧学吼，拢学拍起步队，就是这咱起步队，咱会成一个押韵的所在，就是你用一种多一种技巧啦，你就当少一个这个押韵的技巧。你是迄种下韵他吼？下韵啦，像三熬、三更，好无韵通用嘛，斗会干，所以你会当足济人就安。我迄阵是安尼嘛。咱诗会无诚济诗会咧办迄个律师、律师堂，互咱学，咱只有家己学嘛。所以我咧投稿，我不是用迄落，用咧迄个拍旗鼓队啦，嘿，打旗鼓队。细同志怎啊？拢咧留去部的，你像即个即个来，伊就较遮咧做。嘛是一个对法，古早嘛是人安，不过较少啦。较少，你要表现，你也要做对联吼，有诶书中无注意看讲。就讲啊，因遮，读甲顺顺啊，伊都毋知你厉害啦。伊拍旗鼓队有当意思表示我会晓做诗呢，我含律啊就会晓做呢，做这做到我读袂晓，安尼意思啦。哦，所以旗鼓队你同我甲拍人遐按着，啊，共款咧做，好，好，啊，即摆来查讲，头拄音乐开头过来，滋滋悠悠幸福心，欢欢喜。个心情，平生得意必何事？一世无忧永平。寒露换准寒暑气，期待还有笑意。近来一笔贪花雪，情义无瑕一厘清。在此哦，希望我袂变做安尼条去，大家拢手袂了，但是马上做教材咧工作，来练习。甘露就要听着，甘露，像细种寒露，像这种才叫寒露，迄条。所以地方腔调他没有办法发第7条的，有了较内山人，伊拢无7条啦，拢3条啦。所以地方腔调按落都对嘛，都毋是讲电影啦，对毋对？是管它都要做些管安什么，就一定爱管的清楚，万才准会变万准，迄拢用苦含，敢若今时死都爱用足个苦心诶去研究学起来，去学就是迄个拢读爱读较正准诶时阵，万准汉字去，期待，还，一定要还要咱排什么还，安诶第5声还，变还友，第5条变第7条变还友，孝义孝义经，所以近来，我像咱个真这样念了真好嘛。近来安尼你就知讲好，你平生咧来清楚了后，好啦，你延长就是你平生来延长，袂讲像咱我形容，要互过啊袂使啦。后尾近来必安是安尼嘛，近来上无咱2、3摆也要紧，因为你这诗你若说讲像咧难读吼，都无半分钟就了，按照成吟诗就拢按长去嘛吼，就像唱歌头是这样吼，近来一笔。坎坷，你别说坎坷事，嘛要紧，坎坷事嘛要紧。总之你咧口前头讲坎坷事，你听伊嘛？坎坷雪，安尼毋是本来咧词哩，毋对，坎坷雪。情喜，你情喜，迄个喜当然当到情喜，你看旁边我唱管，但是莫伤长。迄个第2条拢会小管喜，安尼共款。讲喜喜。情喜，都袂当讲了，情喜，安尼是会了的啦。
情喜无暇，无暇，一滴情，这个案例是个当情。好，大家往旁边说哦。